爱立法院针对着国会改革的法案，今仔日是第3届来大对决。那被党团要来拼冲关，结果3党的立委唔拿对呛，佮发生着肢体冲突。陈定辉想要挂布条，但是国民党已经先挂好啊，双方来起口角。上尾也是陈玉珍甲陈定辉争落主席台，才来结束着这波的冲突。民进党立委陈定辉双手合掌，表情无奈，去互国民党的立委团团包围。这边是第安全部金门陆战神陈玉珍，另外这边是早被落去的齐卡森，双方爆发着激烈的冲突。陈玉珍一人一直客入去，看陈定辉精势不利，共党的战友王美惠随起嚟甲斗骹手。王美惠甲陈玉珍抓条条，伊的嘴型看起来是一直咧话讲，好啊啦，爱陈玉珍做手。众人安尼杀来杀去，落尾陈定辉红起了主席台，两个人伫立法院弯袂煞，一路弯出去。我们民主意识的部分贴上去，你不要过来，我们要过去啊！你不要过来，谁会过这么多重？你不要过来，是你推我的。我告诉你，陈玉珍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这个样子。陈玉珍就是在造谣说谎，今天是。他自己把手伸到后面，请把录影带调出来。我的手都是这样子，来，请葛博士出来。我作为一个阿宅，真的是不习惯这样的一个动作。我的这个全部都是软的，都是希望能够可以怎么样？可以说不要有这种碰触的动作发生。说我们性骚诬赖我们，我没有办法接受。甲如军原本徛在边啊，双手夹关关，向起一个徛在陈定辉后壁，场面是一片混乱，佮闹出着性骚扰的风波。是讲安尼吵架闹体，都是为了今仔日被通过国会集权修法的相关法案，包括听证权、明文规定听证会举行条件，也佮表示国会做刑法，以及立法院正副议长记名投票制等等。严格法案就也未过关，调野双方先弯起来，相拢无被退让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